OK， 好啦，嗱呢個咧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哋咧要投票咧，你就就喺呢9個人裏邊咧，係揀1票，知唔知？知啦嘛？唔知？你唔知啊？嗱，唔好意思先，你做咗選民未啊？做晒啦嘛？嗱，做晒就得㗎啦。你做晒咧，就呢一張，你有1人2票。其中1票叫超級區議會 ，OK， 咁咧就有9張名單，然之後就揀1票。揀嘅意思咧，正如我所講，唔使帶支筆去嘅，佢俾張選票你，吸引掣，有個剔，唔好過界就得，盡量啦，過少少唔怕，唔好擲界，唔好喺801同802之間吸落去，咁你就廢票㗎啦嚇。記住，即係你清晰就得㗎啦，你過少少喺801就唔怕嘅嚇 ，OK。好啦，咁咧就。咁咧通常投票咧，你點樣投咧？咁樣原來每一個人都有個政黨名嘅。咁你識唔識分辨咧？我教大家分辨嘅話 ，OK，A、B、C 咁講起。好啦，嗱好容易嘅啫。如果你想我哋通常會講802民建聯李慧瓊名單，809周浩鼎名單，同埋806工聯會名單。呢3張名單咧，其實我哋統稱叫做建制派或者叫保皇黨。其餘6張名單都係民主派，呢張名單係冇本土嘅，係冇本土派得唔得？嗱咁先，好啦，我逐張同你講啦話。第一張名單民主黨，嗱民主黨係咩嚟嘅咧 ？OK， 啊民主黨唔係希拉里美國嗰個啊，呢個係香港嘅民主黨。好啦，民主黨咧，係香港一個民主派裏邊嘅一個較為老牌嘅政黨。嗱，講少少歷史啊。香港其實啲政黨幾時成立咧？其實係自從1989年咧喺北京發生天安門嘅6·4事件之後咧，當時香港人咧係對於點解中國用軍隊鎮壓民運嘅時候咧，有好多表達。曾經試過有2次100萬人上街表達。我哋嗰陣時咧睇住個無線電視咧，日日伏住喺度咧睇住去支援嗰個民運嘅。咁後來咧，香港人就覺得如果中國冇民主咧，香港咧其實都係冇出路嘅。咁所以咧，後來啲政黨咧就紛紛喺6·4事件之後咧係紛紛成立。而香港咧嘅立法局咧，嗰陣時叫立法局咧，都係1991年咧開始有直選嘅。原來香港嘅立法局咧喺港英嘅時候早期咧係全部由英國政府委任，後來咧慢慢由於英國要撤出香港，要交翻俾中國，咁英國人咧就諗住即係要交翻一個唔可以太難睇嘅，即係從全世界交代嘅話咧，佢就俾少少民主香港人。咁如果我俾民主香港人咧，到89年6·4事件之後咧係加速咗。因為中國用民運鎮壓咗之後，令到香港覺得咧係要加速我哋嘅民主步伐，希望作為一個民主嘅示範咁樣樣。咁呢個咧民主黨咧就慢慢喺民運之後慢慢成立嘅。咁咧大家都知道民主黨最出名嘅人咧，以前嗰個年代咧80年代初創立，90年代就叫李柱銘。另外仲有一個咧就叫司徒華嘅人，咁司徒華就死咗。咁大家都知道司徒華好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當民運發生咗之後咧，佢成立支聯會，係要求咧平反89民運。每年咧，我哋去維園燭光晚會，香港人咧上一代，我哋呢一代咧年青嘅時候經歷過咧，每一年咧都唔能夠忘記呢一段事嘅。當然今日咧，如果你係建制派咧，我哋就會話算啦，呢啲過去嘅嘢。咁呢個咧亦都係香港人咧係曾經有過一段記憶嘅。咁民主黨咧就係咁樣成立啦。好啦，既然咁樣成立嘅時候，咁民主黨講啲咩多啊？嗱，提幾件事啊，你留意下。最特別嘅地方咧，民主黨咧就譬如最近有個叫做銅鑼灣書店李波事件啦。李波事件後來有一個人叫做林榮基嘅人咧，咁林榮基咧其實咧就係幫手經營間書店，出版一啲叫習近平情史嘅書啊，咁俾大陸逼咗佢咁去做啦咁樣。咁咧，咁佢就唔係跨境執法，佢自己翻到大陸嘅時候就俾人即係拎咗去。咁後來咧就放翻佢落嚟香港，叫佢翻嚟攞多啲料，
咁點知佢攞下料嘅時候，突然間覺得唔對路啦，都係唔好翻去啦。咁啊民間臨崖勒馬，搭緊喺地鐵想翻大陸嘅時候咧，係交代嘅時候，突然間喺九龍塘地鐵站食完2支煙之後咧，跟住咧就唔去啦。唔去嘅時候就揾到民主黨咧幫佢開記者招待會，然之後爆咗呢件事，然之後先至突顯到，哇！原來而家咧香港已經去到好多跨境執法啊，然之後隨時會拉你啊咁樣做法。咁呢個咧喺大陸嚟講就好普遍嘅，喺香港咧其實就不可思議嘅，因為香港咧話晒都係一國兩制下個兩制咧係唔係咁容易，要跟住個法規就唔可以亂嚟嘅。香港嘅制度係咁嘅，咁大陸啊梗係。講就咁講，但係就冇乜法規啊，總之拉你就拉你啦，黐住你咩團你就冇噶啦，咁所以咧通常都係唔好出聲噶啦咁樣。咁啊民主黨咧就喺林榮基事件咧幫佢手啦。咁香港人記得咧就係、原來林榮基當時都好驚啦，咁就揾人幫佢啊。咁民主黨咧就都幫佢手去講，咁啊揭發呢單嘢，然之後就嘗試係令到林榮基係得到一種人身嘅保障。咁仲有好多單，譬如南丫島咧，有隻船沉咗啦。南丫嘅海難事件咧，佢幫啲家屬去追討嗰個所謂海事處個失誤。幾年前嘅菲律賓人質事件咧，嗰個領隊叫謝廷駿咧，咁啊涂謹申咧，呢個議員咧都係幫佢手出頭啦。民生方面咧，舊年嘅啟晴邨嘅鉛水事件咧，咁民主黨係首先揭發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最近咧佢哋對於廉政公署應唔應該查梁振英收受5000萬咧，佢哋覺得要用特權法嘅。咁咧就而家咧防止賄賂條例咧就唔包梁振英，唔包查梁振英，佢哋覺得要修例。嗱呢啲嘢咧係民主黨其實佢嗰個立場，咁所以睇下啱唔啱。本身嚟講咧，佢哋唔係想香港獨立嘅，但係佢哋覺得咧係一國兩制底下要多啲鞏固兩制嘅特色，係咪？佢哋認同香港係回歸祖國，但係回歸咗之後應該要保持香港嘅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法治嘅色彩。你可以話民主黨係反對派，但係其實係一啲叫做溫和嘅反對派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呢個咧係亦都值得諗下。嗱，咁民主黨有兩個人，803同801嘅，有咩分別咧？801呢一個咧係一個律師嚟嘅，1991年當時28歲，已經係當選全香港最年輕嘅立法局議員。你計一句，1991年佢28歲，今年幾多歲？佢都係50零歲嘅啫。咁咧佢係能言善辯，咁咧都係香港人都係覺得佢好出名嘅。所以而家咁多張名單咧，佢應該係除咗李慧瓊802最多人揀咧，佢應該係暫時嚟講喺民調嚟講咧係最高票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咁點解咧？好簡單，第一佢做得耐，第二做得耐可能廢噶嘛。咁佢咧俾人感覺都係一路嚟講咧，都係有持續地跟進緊一啲香港人最切身嘅事。嗱喺低下階層嘅政綱咧，佢必然地譬如反對領匯霸權啦，要求設立多啲墟市啦，標準工時應該要立法啦，強積金嘅對沖應該要取消啦，老人家嘅退休保障應該唔好審查啦。嗱呢啲咧民主黨咧都係好特別嘅。咁就民主黨嗰啲議員咧，好多都俾中央沒收咗個回鄉證，因為佢哋咧都係支持平反6·4啊，嗌咧就結束一黨專政。OK， 好啦，嗱記住呢個就係民主黨801。如果你唔中意801，你中意民主黨咧，你可以投一個叫做803嘅鄺俊宇嘅人。我揾張單張俾你睇下，睇下佢個位啦。OK， 喺元朗啊嘛。係啦，識啦。邊個知佢喺元朗啊？咁好嘢，係好嘢。哇！呢個咧，如果你呢代唔知道咧，你問下你個仔、你個孫咧，你叫識㗎。因為佢係一個好出名嘅網絡作家嚟嘅，寫小説好賣得嘅。咁咧就靚仔，33歲。咁咧好簡單嘅啫，乜都冇。佢一個咗法給新世代一個機會。哇！真係好，即係俾唔俾個機會佢咧？咁呢個咧。所以你記住一嚿嘢，就你會唔會俾機會呢個後生仔咧？佢係元朗區嘅，咁但係選議員咧係全香港選嘅咁嘅做法。咁呢個咧都值得諗下㗎。咁呢個都係年青有為、好有魄力、好做得嘢嘅人，好勤力嘅。
聽講話，佢喺元朗區好受街坊受落。記住一嚿嘢，佢而家嘅民調上緊嘅，有機會當選。轉得好快嚇！佢個思維轉轉得好快嚇，你認識佢，我冇睇過佢點啊。但係咧，我教大家咧，呢個咧有機會贏嘅。我哋估計一陣間我話俾你聽咧，邊啲係實贏，邊啲係實輸，有邊幾個係有機會贏，咁你就決定咧，你會唔會投一個估計都有機會贏，但係都啱心水啦。喺啱心水當中揀一個政見同你差唔多嘅人，揀一個咁樣嘅做法，定抑話唔應阿 Sir 咁咪即係配票咯？配票咪唔真實咯？投票應該揀一個真係反映自己意見嘅人，雖然佢輸，定抑話，但我都有揀佢。定抑話我哋應該揀一個又符合自己政見底下揀一個有機會嘅贏，然之後保住我相信嗰個陣營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你覺得香港而家喺一國兩制底下，兩制已經退色嘅話，我應該要先揀反對派，然之後喺反對派裏面揀一個你最中意嘅人，咁樣揀法嘅。如果你調翻轉，香港應該亂晒龍，就係嗰啲公民抗命、掟磚、佔中、拉布，阻住香港，影響香港繁榮安定，搞到香港咁撕裂。如果你係咁睇嘅話咧，你就好簡單嘅啫，你就要投嗰個建制派。建制派保住建制派多啲票，就可以保住多啲繁榮安定。咁你就諗，既然李慧瓊已經夠票咁多票，咁所以如果你投建制派咧，咁你就要投下低呢個，令到呢個當選，因為呢個而家係邊緣狀態。因為最嬲尾嗰幾席咧係佢同鄺俊宇同埋黃國興之爭都未定嚟，極有可能咧最嬲尾嗰兩席咧係以3個人爭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你要投嘅時候咧，其實問自己，除咗俾佢一個機會，咁點解你唔俾周浩鼎嗰個機會啊？因為周浩鼎嘅年紀咧都同佢差唔多㗎咋。咁你講專業，周浩鼎仲唔專業啦？佢係律師，係嘛？呢個係僆仔，呢個社工嚟嘅啫喎，係嘛？所以嚟講咧，講社會地位，個律師高好多啦，揾錢多好多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講有錢，咁就民建聯人通常有錢啲嘅嚇。咁咧，你想揀個窮啲嘅，幫個窮啲嘅出頭啊，定幫個有錢啲出頭咧？咁啊，希望啊，你一票就係鋤強扶弱嘅。即係咩雞蛋高牆嘅問題啦，我揀個雞蛋，我幫雞蛋嘅咁樣，咁呢個就係你自己決定啦嚇，好嘛？咁啊我就唔係話一定要你記住你做咩嘅，呢個係其中一個鄺俊宇嘅選擇，呢個就803。802大家都知啦，民建聯咧係香港最大嘅最大嘅建制派。建制嘅意思咧，佢同香港政府有偈傾，香港政府好信任佢。香港政府如果唔靠民建聯咧，好多法例過唔到嘅，所以民建聯咧應該係保皇裏面係最保皇嘅，咁最保住個政府嘅人，保住個政府有冇好咧？如果個政府開明好為你哋嘅話咧，保住個政府係好嘅。但係如果個政府係好似梁振英咁咧，所以而家咧民建聯好尷尬，因為梁振英咧民望好低啦，又成日搞鬥爭啦，又咁強硬咧。咁民建聯成日俾人問嘅，你支唔支持梁振英選特首啊？咁佢就會左右而言他，唔敢答係，唔敢答唔係，即係又抱琵琶半遮面咁，即係唔敢講啦。總之咁樣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建制派嚟講咧，佢處於一個尷尬嘅地位，就係因為如果梁振英做得好啦，理直氣壯，我支持梁振英，但佢又唔敢講支持，但係又唔敢講唔支持喎，因為點解咧？分鐘梁振英出嚟連任嘅話，你話唔支持佢咧，咁就大鑊，同埋咧。如果唔支持佢咧，連梁振英連最後嘅支持都冇埋嘅話咧，又好大鑊。阿爺唔放過民建聯啊嘛，咁所以嚟講咧，其實嗰個矛盾就喺呢度，知唔知啊？咁所以民建聯咧，但係民建聯咧，佢譬如喺某一啲譬如標準工時咧，佢哋就唔係投贊成，又唔係投反對，係投棄權嘅。所以你睇到咧，佢喺階級問題上咧，佢就唔係全部站晒喺基層街坊嗰度。喺全民退休保障咧，我哋民間提啦，全民退休保障，所有長者65歲，每人3500蚊，不論貧富。民建聯就係話，我哋自己都行全民退休保障，不過行3級制。原來佢最低個級，人人有個級，唔使查嗰特級咧，攞千幾蚊生果金嚟嘅咋，明唔明啊？咁但係佢就話咧，你窮嗰啲咧，我就俾到4000蚊、3000幾蚊俾你咁。咁所以咧，有啲咧，其實佢有啲同成個社會一啲討論咧有啲唔同，咁所以咧民建聯咧基本上咧你可以話，其實佢嘅政綱上佢傾向比較維持穩定，
維穩嘅。即係中國大陸咧就好希望能夠和諧啦、穩定啦。如果你中意和諧穩定嘅話咧，其實就民建聯啱你。不過如果你中意問問題，和諧和邊個諧？穩定揾邊個嘅定？揾資本家嘅定定揾我哋窮人嘅定嘅話咧，如果你識講挑戰咧，其實你結論就好清楚，你就未必投穩定派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咧穩定嘅時候咧，所以警方一定要嚴正執法，拉晒啲人，秩序係緊要嘅。咁呢個咧，民建聯咧其實都係好值得諗嘅嚇。OK， 咁就佢哋講一國兩制嘅一國多於兩制嘅，重視一國嘅原則嚇。咁所以咧，有啲人就好，即係有啲人就成日話民建聯係保皇嘅意思，就係咁解。好聽啲就唔會叫保皇，叫建制派，知唔知嚇？咁樣嘅，即係或者叫維穩派啦，咁樣叫法嚇。咁呢個就係民建聯。嗱，民建聯你可以支持802啦，如果可以支持809嘅，咁咧就港島九龍咧就選李慧瓊叫你。新界咧，如果你揀民建聯咧，請你揀周浩鼎嘅叫你，佢係屬於新界，但係冇所謂嘅，撈亂一齊選嘅，咁嘅樣啦嚇。OK， 咁啊值得諗下。好啦，再落啦，804嘅何啟明。對你嚟講咧，民協咧係香港都係一個老牌政黨，呢個政黨好細嘅啫。最出名嘅人咧就叫馮檢基。咁你阿 Sir 點解馮檢基今次唔出嚟選咧？4年前你見到馮檢基選呢個組群嘅，咁好簡單嘅。選呢個組群第一個條件要做到區議員嘅。原來舊年馮檢基選區議員咧，輸咗俾個工聯會嘅小花陳穎欣喺麗閣村輸咗個議席。輸咗之後咧，佢做唔到區議員咧，就唔可以選呢一個。所以就派咗一個僆仔20幾歲嘅何啟明出嚟選，知名度好低。民協唔係一個全港都有裝腳嘅議員嘅政黨，全香港得20個議員，大部分集中喺深水埗，所以咧估計咧佢哋贏到議席，呢個議席位嘅機會係較細嘅。咁再加上何啟明咧，第一年青啦，第二冇經驗啦，第三咧可能唔夠鄺俊宇咁靚仔啦，咁寫書啦，咁吸引網絡嘅年青一代嘅注意咧，咁所以咧，由於因為呢張名單冇本土派咧，激進本土派嘅人咧，佢其實大部分都會投鄺俊宇都未定，因為咁多個當中咧，係最有魅力咧，就係鄺俊宇俾啲年青人嘅感覺。你唔信翻到屋企問下你嘅年青人咧，問下佢哋點樣睇呢個人咧，咁呢個都係兩個做法。好啦，嗱呢個咧就係何啟明。嗱民協咧，其實咧。基本上咧，以前嘅做法咧就係叫做即係又傾又砌。咩叫又傾又砌咧？就係要爭取權益、抗議示威，但係都要同中國政府、同香港政府溝通，兩手嗰種做法。而家就唔講乜滯，而家多啲咧係講多啲反對國民教育啊，反對用普通話教中文啊，反對內地化、反對中國干預啊。但係香港而家出現咗種情況咧。大部分嚟到香港內嘅人咧，佢覺得香港受到一個大陸一體化嘅影響，然之後希望用香港頂住嗰種大陸化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新移民嘅人咧，或者你嚟咗香港10年8年咧，你可能睇唔過眼呢啲人咁講。但係香港主流嘅人嚟得耐嘅人咧，佢哋就會覺得香港而家嘅問題咧，就係太多大陸人嚟香港，然之後將香港我哋叫做中和溝淡咗香港人原本有嘅想法。嗱呢種咧，我唔存在啱定唔啱，我只係想分析而家呢個香港嘅現況俾大家睇。嗱呢個何啟明咧，就係喺民協咧，佢轉緊調子嘅。以前冇咁多本土色彩，而家咧大部分呢啲民主派政黨都盡量加入好多抗拒大陸、反對大陸化嗰種個角度。咁呢個咧你要明白嗰個做法，想吸引多啲選民嘅做法嚟㗎嚇。咁呢個咧係民協啊。嗱，公民黨大家都知道啦，公民黨最特別嘅地方咧係最多大律師，好出名，社會嘅精英。大律師喺香港嚟講揾到好多錢，但係佢哋咧好着重人權，好着重自由，所以嚟講咧，中國政府同香港政府就好憎公民黨，因為佢哋第一公民黨好叻，第二好精英，得到好多香港覺得要捍衛自由人權嘅人嘅支持。咁但係咧，亦都係中國政府最大忌嘅人嚟嘅，想致力去打擊佢哋嘅人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公民黨咧，不過呢個人咧，呢個陳婉心咧就唔出名嘅。85年喺荃灣做咗議員咧，做到而家，咁咧就做社工嘅，就唔係好出名。
就冇乜魅力，所以啲人咧好多人就好矛盾嘅，對個黨就想投，不過係呢個人代表咧，咁就唔係好想投。如果余若薇嚟呢度選咧，就有機會贏嘅。咁但係余若薇轉咗好多次啦，咁而家全部公民黨換世代啦，全部啲老嘢退晒落嚟，就由啲新嘅人上咁嘅做法。嗱，公民黨咧，你哋啱啱2月選過嗰次咧，最多票嗰個就叫楊岳橋，嗱嗰個就係新星嚟嘅。嗰個人咧，大律師，30幾歲，年青有為有魄力 ，OK， 同啲年青人有得傾，本土派都唔鬧佢，佢同梁天琦攬頭攬計，梁天琦都唔鬧佢啦。本土派最中意鬧人，係人都鬧嘅，係唔鬧楊岳橋，唔鬧公民黨。所以公民黨咧，其實民主派當中相對地同本土派有偈傾，但本土派咧冇咁容易鬧公民黨嘅。本土派最中意鬧民主黨咁多，咁呢個咧好特別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公民黨咧多啲亦都係反對大陸法，反對高鐵一地兩檢得唔得？咁咧就反對梁振英必然任所有香港唔同大學嘅校監，要求香港攞翻個單程證嘅審批權，反對23條嘅立法 ，OK 等等嘅嘢，反對用普通話教學，反對用簡體字作為我哋主要嘅書寫語言咁樣。咁咧就呢啲咧其實都有做法，取消功能組別，反對分組點票機制，呢啲咧好清晰。咁對於民生嘅議題咧，亦都係啱大家聽嘅。強積金對沖取消，標準工時應該要立法，最低工資應該要提高多啲，讓低下階層得益。呢啲咧其實係冇乜大問題。咁所以嚟講咧，估計公民黨咧嗱，但係公民黨贏唔贏到呢一個議席咧，因為陳婉心嘅勢咧比較弱啲，未必贏到。呢個要值得留意。好啦，公民黨咧同807咧、806我一間先講嘅，又好似嘅。嗱，呢個新民主同盟咧，嗰個代表人物叫范國威，佢主要喺將軍澳馬鞍山區新民主同盟。其實新民主同盟咧，原本大部分成員來自民主黨，但係佢哋班人咧唔滿意民主黨咁保守。其實你可以睇成咧，新民主同盟係激進嘅民主黨。所以咧，呢一個新民主同盟同公民黨好似嘅，不過唔好彩咧，呢個關永業就同陳婉心一樣，都係唔出名嘅。出名嗰個唔敢出嚟選，出名嗰個叫范國威。嗱，你可以咁嘅，你呢個唔選佢咧，你就可以新界東，你哋新界東咧，范國威咧仍然係20幾個當中咧，仍22個人當中咧，你又可以揀一個嘅，你又揀到佢。一陣間我話俾你聽，新界東咧直選咧，你可以揀新民主同盟嘅范國威，但係佢選超區呢個人咧就唔夠出名。咁所以嚟講咧，要留意咧，就係你要睇你中唔中意呢個人咧？呢個咧其實同公民黨咧係好似嘅。咁咧都係講緊咩咧？嗱，新民主同盟都係講緊一啲譬如舉例啦，港人優先啦，自由行應該要限制些少啦，唔好太多啦。反對嗰啲大白象工程，即係譬如同中國融合嗰啲，譬如港珠澳大橋嗰啲超支啦。反對高鐵要增加撥款啦，單程證要攞翻個審批權啦。而家我哋太依賴東江水，香港起翻自己以前嘅海水化淡廠，唔知大家知唔知咧？我哋呢代知，原來香港以前英國管治嘅時候咧，同中國關係唔好嘅時候咧，其實就香港有自己嘅海水化淡廠，然之後就喺樂安排嗰度嘅。後來由於回歸咗中國，靠晒東江水啦，咁所以個海水化淡廠就拆毀咗。咁所以咧，有啲人而家就重提覺得，咁個策略就係想咧，唔好咩都依賴中國，有少少係靠多啲自己。當然你話靠乜鬼啊？香港一定要靠大陸㗎啦咁樣，所以好多人就覺得獨立係唔可能。咁但係呢一種咧，即係新民主同盟佢哋咁樣提一啲想法，一啲咁樣嘅觀念。咁睇下呢代咧，你哋會唔會同意咧 ？OK，咁就佢哋對於而家北區嘅水貨客嗰啲問題咧。新民主同盟都係好似嗰啲就係本土關注組咁，係反對，即係太多水貨客啊，影響民生啊咁樣。咁呢種都係新民主同盟嘅角色嚟。街工又係民主派嚟嘅，記住。咁呢個咧係有機會當選，白晒頭髮㗎啦，85年做議員做到而家㗎啦，做區議員，做咗立法會議員咧。咁我哋上一代嗰啲老街坊啊，香港人咧大部分都識佢嘅，咁所以咧佢都有機會當選。
但係當然佢冇明星嘅感覺，即係佢唔係明星 feel。咁企多啲街坊叫個議員嚟傾嘢，佢都係嚟嘅。好傾嘅，好站喺啲街坊角度睇問題嘅，幫街坊。咁但係你知啦，佢都係冇乜力嘅，因為政府都唔騷佢。你越幫街坊啲，政府越唔聽㗎，知唔知啊？唔幫街坊嗰啲，政府聽嘅，知唔知啊？呢個永遠都係㗎啦。所以咧，你揾個支持自己嘅咁就好啦，同聲同氣啦。但係咧，佢就唔幫你嘅嚇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即係佢幫你，但係就政府唔聽佢講嘅。政府越聽嗰啲人咧，其實佢又唔敢企晒落你嗰度。所以咧，你揾一個人又幫你，又政府肯聽佢咧，好困難兩難嚟嘅。咁呢個咧值得諗。企穩街坊嘅利益啦、低下階層啦、勞工議題啦、社區議題啦，關中聯嗰啲議題通常都揾佢嘅啦，基本上即係揾佢佢都傾嘅。其實冚唪唥嗰啲人咧，你都估到係邊幾個？好啦，周浩鼎大家講咗啦，嗱呢個工聯會咧，大家要留意啦。工聯會咧係即係站喺勞工嘅角度，工聯會咧就唔搞罷工嘅，唔對抗嘅，企落工人階級。但係如果當工人階級同中央政府阿爺嘅利益有矛盾咧，咁啊聽阿爺指揮就唔可以太激咁樣。咁呢個咧就係工聯會個做法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如果你想投建制，建制你都可以揀民建聯定工聯會。兩家嘅分別係咩咧？佢哋會更加跟住阿爺嘅，佢都跟，但係冇咁跟。但係佢哋企多啲落勞工階級，佢冇咁企得落勞工階級咁緊要。所以如果關中聯提嗰啲咩墟市政策啊、設立街市啊咁，如果兩者比較咧，佢會支持多啲過佢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就係你嗰個階級議題嗰個企位嘅問題。但你記住，佢哋都係建制嘅。建制嘅特色係咩嘢咧？有啲嘢如果阿爺話唔得嘅話咧，咁就要收手，就要跟住阿爺講。民主派通常咧就佢會阿爺話乜，我哋唔理阿爺，照嘈照砌咁樣。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做法。嗱，即係話咧，你就要明白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建制有好處咧，權力大啲，權力大啲，同阿爺有偈傾啲，同政府有偈傾啲。嗰啲嘢如果即係建制又掰你嘅話咧，佢又肯同你傾嘅話咧，其實解決到嘅機會又大啲。咁所以咧，各有各好，就睇下你中唔中意。OK，好，9張名單冇問題，識揀嘅啩。你自己認同啲咩啊？而家識唔識分？其實即係話咧，呢9張名單係3張建制，6張民主派咯。其實你得2派你揀，咁你就諗下，你個人傾向建制定傾向民主派、反對派？咁然之後喺裏邊再揀，明唔明啊？咁你話阿 Sir， 如果我想揀民主派咧，最溫和嘅就梗係民主黨啦。咁激進少少嘅咁啊，公民黨、新民主同盟咯。咁你跟住就話，咁如果我想揀嗰2個點揀啊？睇下佢合唔合眼緣咯，攞張嘢嚟睇下咯，明唔明？咁呢個咧，我覺得係咁嘅。咁當然就頭先我感覺你對梁耀忠嗰啲感覺係咪啊？咁你咪投梁耀忠咯，使乜諗啫？如果係咁，咪投佢咯，係咪？即係呢度咧，好簡單嘅啫。你哋係關中聯嗰啲街坊，邊個你見過識佢，見過個樣，佢都為我哋講過嘢，咁我投佢咯，係咪咁啊？定有咩疑問？冇疑問，頭先你覺得你話佢講嘢冇理嘛，但係我哋撐佢咪得咯？哦，你撐佢，哦 ，OK，唔緊要啦，你自己決定。